一落機就唔見咗人，呢一種騙婚嘅行為10幾20年前就經常聽到噶啦。事隔好多年之後，我今日再聽到一單新聞嘅標題就係咁。法拉盛花男早騙婚，其弟沒2天是連醫原因要求分開。喺《世界日報》睇到一單新聞，關於騙婚嘅。皇后區法拉盛一名姓柳嘅男子，佢在疫情期間呢就結識咗在中國嘅女子，雙方呢都係已經離咗婚嘅，並且都係有仔女嘅。咁啊，兩個都係有經歷嘅人啦。喺呢邊嗰個男嘅呢就諗，大家都有經歷啦，三觀又啱啦。咁啊，返中國探望嘅時候，兩個人又相處得非常好啦。咁啊，於是呢，就個疫情過咗之後，佢返嚟同佢結婚嘅。於是呢，就結咗婚，佢哋結咗婚都有2年㗎喇，係2023年登記結婚嘅。咁啊，嗰位男嘅呢，就出面呢，就申請嗰位女嘅同埋佢2個女移民美國。嗰位男士就估唔到嗰個自己娶嘅老婆係咁可靠啦。今年5月份，嗰3母女呢就到達咗紐約啦，只係2日就失去聯繫。咁啊，嗰位男士呢揾返嗰個女嘅，但係態度就變得好犀利，好快啦，竟然話感情不合，唯有要求分開。但係就唔肯簽紙離婚咯。呢件事呢就發展到呢度嘅時候，我就喺度諗啦，點解要咁急離開呢個男人呢？當一個人面對人財兩空，當然係接近精神崩潰或者直接崩潰啦。個受害者呢就話，疫情期間佢曾經在華人社交平台刊登交友廣告嘅，佢自己登廣告要交朋友。其實呢啲真係風險好大嘅，唔係熟人介紹。徵婚廣告行到呢步，可能真係好急啲，唔想自己細路仔冇女人照顧呢，或者真係需要個家庭生活啊！呢位受害男性呢，咁啊佢自己就有一個仔嘅。當時睇到嗰則廣告，其實就係佢個所謂外母睇到先嘅，然之後主動聯繫佢，同埋俾咗自己個女嘅聯繫方式俾呢位受害男。聊天嘅過程中呢，咁啊呢個男嘅知道嗰個女嘅呢都係離咗婚，而且照顧緊2個女兒，佢覺得2個人嘅境遇相似啊，加上同為福建人，都傾得埋，咁啊仲以為自己遇見知音。當時佢哋呢成日都煲電話粥啦，嗰個女嘅幾乎每日朝早同埋中午晚上都會打電話嚟問候佢嘅。疫情解封之後呢，佢亦都多次前往中國探望，2個人相處感情似乎即係之前個男嘅感受都係良好噶嘛，如果唔係點會結婚呢？睇到呢度始終都係覺得太傻啦，冇啲戒備之心。就算你肯同佢結婚，申請佢出嚟，但係錢都係唔好過咁多去對方嗰度啊，係嘛？咁啊新聞仲話咧，呢個男嘅在當地以共同嘅名義自產啊，咁啊唔知買咗咩屋啦，或者係買咗咩土地啊，產業個產字啫，佢就話買。咁啊，身為美國公民嘅受害男啦，從此之後就積極咁替呢個女同埋佢2個女申請嚟美國啦。咁啊，根據嗰個女嘅指示啦去做。所有同埋美國移民局往來嘅文件啊，都由呢個女嘅在法拉盛經營嘅旅行社介依處理，即係嗰個女個阿姨啊，開
旅行社，唔知開就喺入邊做啊，經營應該係我自己開嘅。雖然係佢嗰個所謂老婆阿姨開嘅啦，但係呢個男嘅都係要負責支付一切嘅費用，期間呢仲要以紅包或者現金嘅方式交付俾佢嘅阿姨嘅。哇，總額大概係3至4萬美元咁多。呢個受害男一心一意諗住將來一齊同佢哋生母女㗎嘛，佢自己有個仔，有3個細路仔啊，咁啊兩公婆啊，將來組織一個幸福嘅家庭。但係可惜，只係似乎係一個騙局咯。佢當然係估唔到啦，三母女只係同佢一齊2日便離家出走。受害男只係聯繫過嗰個女嘅一次啦，嗰個女嘅就話感情不合為由要分開，後來根本就唔再聽佢電話，亦都唔覆佢嘅信息，咁啊真係根本都冇打算同佢一齊生活啦，係咪？冇理由2日就感情不合噶，咁感情不合你又嚟？其實呢個女嘅呢，都已經做咗一個動作，令呢個男嘅喺回憶中呢諗翻起呢，都覺得唔妥啦。因為呢，嗰個女嘅呢，到咗美國之後呢，佢哋2個呢曾經啊同女方嘅親戚一齊聚餐啊，咁啊一齊食唔知午飯啊晚飯啊吓。當時呢個佢嘅老婆啦，卻以朋友身份介紹佢嘅，否認婚姻關係。咁其實當時佢都諗唔通啦，點解喺中國好地地，一到美國突然之間就反面唔認人，但又唔肯離婚，即係簽字正式辦離婚手續。咁佢所做嘅一切好明顯啊，睇到嘅一切好明顯就係要身份唔要人啦，係嘛？我只係好奇啦，呢個女嘅點解咁急離開佢啦？咁你咁走咗，咁人哋真係可以唔辦你個，唔再辦後邊嗰個移民申請，係咪咁啊？唔係好清楚啦。甚至乎去舉報你，同 ICE 講你係呃咗佢嘅婚姻，唔知係咪啲情況會係咁樣去嘅？仲有故事嘅，佢哋未完嘅。嗰位受害男話嗰個女嘅曾經同佢透露過前夫現在新加坡，後來女方嘅親屬講漏咗嘴，話佢嘅前夫其實在美國，唔怪之得咁急離開佢啦，可能又係冇身份喺美國。咁啊再睇埋女點講啦，令他懷疑呢個女嘅可能以佢結婚嘅名義取得來美國嘅身份後，以前夫重修舊好，唔知係咪兩公婆夾埋嘅係嘛？咁啊唔知啊，呢個我純粹推測。咁啊呢個女嘅母親呢，起初都曾經安慰過呢個男嘅話，佢會勸個女回心轉意。現在呢態度都係變咗啦，改口話2個人感情已經難以維繫。受害男呢仲表示，佢曾經多次透過他人嘅提醒說，他的婚姻綠卡申請尚在辦理。他的嗰個講嘅係女仔嘅他啊，希望能夠以嗰位女嘅呢就見面嚟協商解決問題啦。可惜呢，對方始終都係避而不見啊。咁啊呢個。嗰個女嘅原本個女嘅呢就打算即係俾翻啲錢啊，呢個男嘅作為補償嘅，而且希望嗰個男嘅呢可以同佢喺名義上啊，即係有名無實咁樣維持嘅婚姻關係幾年啊，即係單純咁幫佢攞身份啊，咁嗰個男嘅梗係唔制啦，就拒絕咗佢啦。咁啊，嗰個女嘅態度就更加強硬，表示就算冇身份，照樣能夠留在美國。嗰個女嘅走咗2個多月後呢，嗰位男嘅呢就向當地警局報警，結果嗰個女嘅
接通咗個警員電話後，卻反口即係咬呢個即係屈嗰個男嘅有外意先離開啊。咁啊之後女方親戚都威脅話呢，如果呢個男嘅再報警或者向海關啊執法局嘅 ICE 舉報，佢哋呢就絕不會讓佢好過。受害男仲話佢在嗰個女嘅身上花費咗將近30萬美元，真係等於買個老婆返嚟係嘛？但係都買咗返嚟都好啦，唔跟你返去屋企咁你先死，完全係俾人呃錢啦，都唔係買老婆啦，老婆都冇。作為合法嘅擔保人啊，都即係可能揾擔保人啊，都投咗大量嘅資金同埋精力啊。兩人呢承諾在嗰個女嘅嚟到美國之後一齊努力啊打拼啊養家，誰知如今佢卻係呢個男嘅人財兩空啦。事到如今拉拉扯扯咁啊，佢哋嘅事都已經係幾個月啦。咁啊呢位受害嘅男性呢，先至意識到兩個人嘅感情不可能再挽回。可能當初嗰陣時呢，佢仲希望個女嘅回心轉意嘅，咁啊亦都唔想再同對方糾纏落去，只希望嗰位女嘅能夠出面解決問題，好聚好散。咁啊呢位受害嘅男士亦都希望通過自己自身嘅經歷，讓公眾了解騙婚案例，以免更多嘅人受害。佢亦都呼籲執法部門關注。冇去 ICE 舉報咩？睇怕好似咁樣合法入境嚟美國嘅人大把啦，仲大聲講自己冇犯法添。咁如果佢又真係同返前夫一齊㗎嘛，佢哋家庭幸福，咁啊佢就安分守己，同之前個老公咁啊好努力咁賺錢養家，係咪安分守己冇犯法啊？我之前聽過一個香港男人講過，佢攞咗大陸女人做老婆，對方走嘅時候仲趁佢埋屋企，將佢屋企所有有錢嘅嘢，啲家私嗰啲全部搬走晒啊！榨乾啊，真係榨乾佢。銀行啲存款冇晒，返到屋企所有值錢嘅冇晒，你諗下幾可悲啊，幾慘啊！最後只可以話真係要帶眼識人啊！而且喺咁嘅風險高嘅情況下啦，其實就唔應該投資太多錢嘅，除非係做老細啦，幾十萬就濕碎啦。普通打工仔，哇，30萬美金儲幾多年啊吓！冇諗到呢一單新聞竟然我用咗10幾分鐘嚟講。好啦，係咁先啦，多謝晒大家聽到最後啦，祝你哋周末愉快，記得點讚啊！有咩意見嘅話，歡迎留言啊！或者你對呢件事有咩睇法？留言區可以繼續傾嘅，係咁先，拜拜。大家都話游教授啲歌好聽啊，咁我哋一齊再嚟聽多一首啦。呢首歌名《伴侶》，我都係第一次聽啊。首先是心和心放在一起，然后把习惯相互合并，有多少理解就有多少埋怨，然后在岁月中回首往昔，再就是心和心贴得更近，然后把心念合而为一，有多少幸福
就有多少辛苦，这就是人生的伴侣。每一次欢乐都与你共享，每一点苦涩都与你共尝，每一滴泪水都与你同流，每一次抉择都与你同方向。就是心和心贴得更紧，然后把心念合而为一。有多少幸福，就有多少辛苦，这就是人生的伴侣。每一次收获都与你共享，每一次失落都与你共当，每一次心欢都与你共守，守望明天一个永恒的坚强。每一次欢乐都与你共享，每一点苦涩都与你共尝，每一滴泪水都与你同流，每一次抉择都与你同方向，每一次收获都与你共享，每一次失落都与你共当，每一次心欢都与你共守，守望明天一个永恒的坚强，守望明天一个永恒的坚强。